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佫是一年新的开始，咱台湾人过年今年因为是属于小龙所以真侪即个讲好听话，讲今年咱会当啥物拢毋惊啥物拢会当做若是无靠着主检猜即句话即两句话可能咱也做袂到。感谢主，咱有主会当不止享受咱列位兄弟姊妹，咱有美好新的即一年咱嘛当通过上帝的话逐日会当来看顾着咱，引带着咱，互咱会当享受着美好的这新的一年我毋知影伫过年当中大家兄弟姊妹除了讲咱全家亲人，尤其是我无逐工斗阵会当有好的大团圆以外，我毋知影咱敢有去啥物四季所在去行村去佚佗无感谢主牧师想要到讲规年趟伫咧服侍累积的即个假期拢休袂完安尼即个讲过年前无休完爱拢破销归零啦所以爱摆假，感谢主啦。咱顶礼拜咱大祭堂无做礼拜，但是我嘛游完就做礼拜啦。但是因为无做礼拜的关系有一个休假，我特别甲厝的人去台湾真水的所在，每个所在拢真水尤其有即个较长期的假期会当去较济工去别个所在。我毋知影大家有爱爬山无？有去台湾啥物款的悬山的所在去过无？咱去过上悬的山，去过啥物所在？石门山、中雪山，还佫啥物山？大屯山咱台北真侪山啦但是拢无讲介悬。但是咱台湾有真侪悬山我做学生的阵买一本叫做《台湾百岳全集》800个专辑迄阵日志讲要甲台湾100座上悬的山拢甲伊行遍啦。但是无可能行会遍啦，因为迄阵虽然有这个梦想，但是爬山嘛要有时间，要有钱的但是我迄阵伫做学生的阵报名这个救国团有一个叫做去迄个爬迄个雪山迄阵感谢主，迄阵报救国团足歹报的但是迄阵有机会拄啊报成有一年的暑假就去参加，要去报行这雪山，无离高去雪山爱登山咧行介远的路我迄阵即摆印象已经有小可模糊我应该是无行到迄个雪山迄个上山头啦但是我迄阵有去叫做七卡山庄369山庄佫去就敢若头晕安尼后来就无完成迄个雪山的迄个爬山。雪山是咱台湾第2悬的山总共有3886公尺上悬的山是玉山啦玉山是3940公尺是咱东亚上悬的山，比富士山搁较悬所以我梦想来讲会当伫少年的阵迄个雪山无完成的山会当有机会去啦总是因为后来工课的部分种种一直无迄个完成百岳迄个机会但是总是心肝头迄个梦想但是我做工课尤其即几年无迄个长期的假期，但是我有机会拢会总是讲想要搁迄个所在去一下啦前几年有去过2遍，分别甲厝的人去但是甲厝的人去了，敢若讲袂使讲是拖油瓶啦因为我家己本身嘛是无法度爬山但是搁甲厝的即仔家后查某囝后生尤其迄阵做囡仔的阵，伊嘛拢无爱爬山，所以去过2遍拢无完成。但是今年我有即个假期，搁有即个梦想出来希望讲无搁来来遐一个啦来遐一个。但是厝的人嘛无迄个意爱但是我嘛是安排即个行程，所以呢走去即个武陵农场，即个所在是武陵农场
其中的一个景色。啊，我嘛想讲，敢有机会去爬雪山，吼，尤其咱知影顶礼拜吼，一两礼拜拢寒流啦，吼，台北嘛足冷的吼，莫讲去迄悬山啦。你敢知影这个所在几公尺？头2000公尺尔啦，就悬到要死啊！啊，无伊个要经过吼，要去武林农场的半路，煞拄着落雪呢。啊，车开吼，无挂雪链，戆戆已经开遐山顶去啊！迄阵啊天也暗啊，啊毋知影呢，啊无挂雪链无法度啊，继续开。感谢主吼，保守迄个安全吼，顺时甲武林农场，迄暗啊吼，困咧外口，无地住呢，住帐篷啦，落雪吼，啊水拢结冰啦，寒到要死，加在有一个迄个睡袋吼，会当负0度、5度 C 的迄种睡袋吼，佫会当安尼吼，无去感冒着，吼，啊过转间落去爬雪山啊吼，无甲雪山啦，甲这雪山的登山口尔啦。这个雪山登山口要开始爬的所在，哦，这已经2000几公尺啊，哦，这是真侪人吼，有去武林农场一定爱打卡的景点，哦，这古早是一个迄个蓄水池，因为吼，大家要去爬山的人吼，迄个所在拢有一个迄个准备啦吼，所以迄阵啊有一个蓄水池，但是这是蓄水池，伊是要种菜是要用的，要种菜要用后来无种菜，这个所在就变一个水池啊，煞变遮水安尼吼。啊，我为啥要走去遐？因为圣经有一句话，耶稣曾经安尼讲，伊讲吼，耶稣对因讲来，恁吼家己去旷野，吼去休困一下，吼，安怎？因为吼。往来的人多啊，吼，因甚至无时间食饭啊，所以牧师就是特别走遮远去吼，所以教会要找我紧，找无人啊，要找我我赶袂转来，就是耶稣讲啊，规年冬天安尼，大家遮尔时间遮尔无闲吼，互你休几工假吼，啊，去迄个所在小啊吼放松一下，但是放松一下嘛是讲今日还佫讲道，嘛是无法度放松哦，但是。感谢主啊！我有即几工吼，有去3工吼，你个所在吼住2暝。虽然是睡即个帐篷吼，但是吼，感谢主，互我有平安吼。虽然边仔讲有高山啊，会来偷食物件、偷摕物件，我看到高山啊，佫会甲人吼，迄个小姐迄种迄个皮包扭走呢，吼啊，佫化油啊，改叫，吼，因为高山足济拢毋惊人，佫足歹。比咱顶届去台东的高山啊吼，差足济。顶届迄高山啊，离迄个东河桥边哦，你佫活伊佫来咧摆 pose， 佫互你翕相的。即个所在高山啊吼，袂厉害吼，要我今日甲你安尼清明了个，安尼甲你，我想要甲你爬，要甲你撩安尼吼。但是感谢主吼，迄3工，我著安尼亲近即个大自然当中吼，想到上帝创造的即个伟大吼。台湾真正是真水的一个所在，吼！啊，我想了3点，甲大家分享啦，吼！这3点就是讲吼，伫迄个所在小受着讲吼，过去一年吼，我是过年前去的，迄天去叫做小年夜，所以过转工是过年，啊，第3工是大年初一，吼！所以想到讲过去1年啊，实在是充满着上帝满满的恩典，就亲像诗篇所讲的。所行过的路者，拢有上帝美好的即个膏油嘛，膏油。所以，互我想到讲啊，实在是充满对上帝的感恩。所以，用感恩的心来送走过去，送走过去迄个，咱台湾人讲的龙年，啊，你除夕夜迄天啊，互我充满了感恩啦，虽然讲。啊，走去佚佗，但是走去佚佗嘛是上帝恩典但是互我想到讲，到如今我阁会当互上帝甲我使用尤其过去迄几年的一个身体的即个顾养到如今上帝阁保守看顾甚至阁会当阁来继续使用我，互我会当用一个虔诚的心把握现在每个时刻每个时刻，啊到初一的时阵啊。互我感谢主带领着我互我阁有新的一年我相信每个兄弟姊妹拢共款，咱拢会领受着上帝互咱的即个福气
有新的一年，互我会当用一个祝福的心来迎接未来，也用个祝福的心来祝福各位兄弟姊妹。所以今日要甲大家分享下骹的这段经文所以呢要分享下骹这段经文真正是借这个时间，今日新正第一个主日祝福咱的大位兄弟姊妹恁个人也是恁所有的厝的每一个你所喜爱的厝的人，咱每一位新春会当福满门岁岁平安吉祥年年如意安康这是借着新年一个祝福话祝福大家。咱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今日我通过这个路加福音第5章36到39节这段经文，大家共同来勉励共同来勉励。咱来读这段经文好无？来，耶稣佫用一个譬如甲因讲，无人拆新衫来补旧衫，若安尼做，若新衫拆破，拆起来迄块新布甲旧衫嘛袂合。嘛无人将新酒入伫旧皮袋，若安尼做，新酒会互皮袋逼破，酒流出来，皮袋嘛歹去，新酒就入伫新皮袋。无人啉旧酒了后爱啉新酒，人拢会讲，也是旧酒较好咱台湾人拢有一个传统啦这个过年爱团圆初二爱查某囝爱回娘家但是因为时代改变我毋知影大家感觉安尼回娘家但是我看交通初二特别是大塞车啦阮兜因为要回娘家的人厝诶较无人，所以呢，阮就安尼大家回娘家各自回娘家，但是阮会约初四大家到尾转去旧厝安尼，所以阮昨初四厝诶人转去旧厝办桌啦，阮大兄办桌请大家亲戚朋友转来办桌阮迄块桌有一罐高粱诶啦，大家都要倒大家啉啦我就歹势啉，但是我真好奇，因迄高粱诶是几度诶高粱诶？我记得讲，敢若电视广告是58度，伊讲不止迄罐叫59.5，迄罐是敢若纪念酒安尼啦。就是讲这罐是藏几年毋是今年出产诶，藏几啊年啦。所以咱大家拢知影啦，爱啉酒诶人嘛知啦无爱啉酒嘛知酒藏愈久安怎？愈芳愈久愈好啉对无阮老母较早我做囡仔时阵，伊会甲迄个葡萄买来去做葡萄酒啦寒来就讲啉一杯安尼较袂寒呢即马嘛虽然讲无啉酒但是拢知影讲咱俗语大家拢讲即句话耶稣讲诶，逐人讲安怎？旧酒安怎？嘛是旧酒较好啦但是咱做一个主诶门徒咱每个兄弟姊妹咱来思想今日这段经文，耶稣甲咱教示的，伊用两个譬如甲咱讲一个譬如就是讲新衫甲旧衫一个譬如是新茶甲旧茶这样的譬如。所以我用这段经文短大家也免多解释，但是咱用这段经文来思想，咱安怎要来进入这新的一年，要来过这新的一年的每一天的生活用这两段经文来用两节甲大家来讲第一咱每个人认为咱爱互主完全甲咱更新拄则讲的迄个新衫甲旧衫，就是讲到咱人外口咱显出来迄个生活是安怎咧过咱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第二就是讲迄个酒就是咱内面迄个酒伊安尼发酵迄个咱人的一个新的生命，咱安怎咱的全人就一定爱必须有迄个更新安尼才有法度来领受到今日的题目叫做咱要来迎接新年，上帝要互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的恩典甲福气。若无虽然上帝要赐予咱
但是可能咱无法度完全来领受。即使咱愿意通过耶稣行哩这段经文，甲咱来勉励，我相信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在这上帝所赐的新的一年，真正是照着大家讲的好听话，啥物拢会当做，啥物拢毋惊，啥物拢好，每一天一定会当享受到上帝互咱满满的恩典甲福气。所以第一部分讲到咱拄仔所读的经文，我今日无要特别解说新衫甲旧衫。咱的衫即马感觉有去叫做搁去破去甲补，有安尼去清查无？无啦，有有人足接忝哦。较早买衫无简单较早成衣无遐尔啊济嘛要穿衫爱去买布对无？买布请人别人甲咱做衫对无？特别较特别的时阵去做西装，还是查某囡仔去做旗袍。咱台湾人较无穿旗袍啦来去穿较水的衫。无论如何新衫做来，无人会讲家这新衫，还是讲买来新布家的去补咱的即个旧衫补旧衫拢是用旧布旧衫破去我爱的搁会当较大地去补。咱即马搁想要穿迄领旧衫旧裤。补起来我早做囡仔，尤其做学生的时阵尤其是补裤，迄裤拢会拢毋知乌白无无破工拢老母拢会讲无钱买新裤补两个，就讲这一瓶两只两瓶。你要去上课，拢会去两只手拢去换后壁呢无有同学看过我是穿破裤呢咱也知影讲咱看电视拢知影，啥物人会穿迄破的？去食啦，对无？即摆佫真流行咧，即摆一寡少年人拢去特别去买破衫破裤咧，佫会佫买安尼补起来五颜六色，咱拢无咧趁流行有诶少年人拢安尼啦但是我做囡仔时阵拢无爱穿破衫破裤，拢足想要穿新衫新裤。尤其到过年诶时阵讲是毋是有机会去买新衫买新裤安尼讲正经无诶时阵是毋是有领着迄个压岁钱诶时阵，要家己去买啦总是做囡仔时拢想要穿新衫发用我过去的人生的即个经历，甲大家来分享。我毋知影讲，兄弟姊妹，虽然咱即摆生活已经真富裕随时要买新衫拢会使但是我今日讲，耶稣用这个譬如甲咱讲，咱信主不管咱已经偌久我拄仔讲，今年是新的一年，每一天拢是新的今年上帝守数咱365天，今日已经初5咱安怎来过咱这新的一年，会当得到上帝真正要互咱的恩典甲福气。耶稣安尼甲咱讲，咱的外面，我顶回有讲，咱来披戴基督，穿戴基督，敢毋是？穿上新人，顶解讲的对无？今日咱来思想这段经文，耶稣讲新衫就是代表耶稣伊要互咱的救赎，伊也已经互咱咱已经领受但是领受我拄仔讲的穿戴新人，披戴基督，咱是毋是伫这新的一年，犹原是安尼有即个心智，有安尼的即个愿意，咱是真正是穿新衫的人，毋是搁照着过去咱耶稣甲咱讲的即个，譬如搁穿着旧衫，即个旧衫就代表着咱过去犹原迄个形，过去咱的老我。所以耶稣甲咱讲，咱也阵要得到伊要互咱的即个恩典甲福气，咱一定爱穿新衫，穿新衫，穿上主耶稣互咱的即个衣袍。我拄仔讲，有人是咱基督徒的性命，有人是真正是无完全穿耶稣的即个新衫，咱犹原阁有咧旧衫伫咱的内面，显出来外口的行为。总是讲食破的时阵，咱会甲耶稣的新衫，互咱的即个新衫甲加的，起来去补咱的旧衫。我毋知影我咧，比如大家有了解无？咱咧过基督徒的生活，是毋是犹原有人时嘛是安尼尔，无完全过一个伫耶稣内底，旧的已经过去，是一个新创造的人。有人时咱好来沉思，
好啊来反省咱家己属灵的生命、信仰的生活，是毋是耶稣甲咱提醒，犹原有即个问题存在？也是咱已经是照着耶稣甲咱讲，穿起伊互咱的个衣袍新衫，过着一个新的生活、新的即个行为，表现伫咱的外面呢。但是重点是更加是较要紧，是咱的内面。内面甲外口爱一致。所以耶稣用即个故事讲另外一个譬如，伊用即个新酒，来譬如咱人到底是旧的皮地，还是新的皮地？新酒就是代表主耶稣伊，互咱搁活的即个新的生命。咱安怎会当来活出主耶稣互咱即个新的生命？就是咱爱用新的皮地来装属耶稣互咱的新的酒。过去无酒矸嘛无迄个啥物铁管要兑即个容器尤其是酒的阵古早人，尤其耶稣迄个时代的人，因就是用皮所做的碟皮所做的碟呢做甲衫共款，布共款。新的阵伊较有弹性，较有弹性。有弹性的阵，酒伊会发酵，所以伊会膨起来。膨起来的阵，因为皮有弹性，伊会当去承受迄个压力。但是旧的皮底就无迄个弹性，会定壳壳。定壳壳的阵呢，酒伊发酵的阵，你搁来锁条的阵，伊就会逼破。所以耶稣安尼甲咱做即个比例，讲到讲咱人的生命，如果犹原亲像即个旧地无去换新皮地耶稣互咱的即个祝福，互咱搁活的即个新的生命，在咱的内底的时阵，因为咱人无改变，犹原搁一寡旧的物件，旧的观念、旧的性情的时阵，咱人就会出问题。有当时人较严重的，真正会起笑。我讲的毋是开玩笑，所以。今日耶稣用这个甲咱讲，咱爱有迄个新皮地才会当来承受这个新酒。新酒伫圣经当中有一种的意义叫做圣神，圣神甲咱随时甲咱浇灌，甲咱充满，互咱会当享受。敢若讲耶稣有一个，比如伊一摆人请人客的时阵，耶稣去人兜互人请，互人请的时阵。因主人有款待一寡嘛，共款是好酒啦好酒，做不管是啥物偌济酒，结果无够啉嘛。后来耶稣听到因老母讲，这主人因的酒拢啉完耶稣的妈妈玛利亚知影耶稣是上帝囝所以讲耶稣这个厝的人伊无酒耶稣。虽然无想讲玛利亚来讲，但是伊总是祝福的主啦所以伊看到迄厝的人有6骹水缸所装的水伊就叫仆人去甲迄水吸出来。结果是安怎？迄水才正做是酒互迄个宴席迄个婚宴变成一个真好的结局啦。所以，迄个故事要讲的，就是讲，耶稣要祝福人，是要甲即个新酒祝福着每一个所领受伊恩典的上帝的儿女，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所以，耶稣伫即个经文当中，伊今日才特别安尼通过今日牧师来用即段经文，甲大家共同来勉励。如果咱要真正是领受上帝，要互咱即新的一年会恩福。在咱的外口，咱要表现出来，咱一定爱穿新衫，有新的即个行为显出来讲，咱是属于耶稣的人。所以今日我用即句话甲大家共同勉励，是我读一篇文章的阵，即个作者所写，通过即段经文，伊所甲咱讲的。伊讲咱每个人安怎？咱拢有一寡搁老搁旧的一寡价值观。我毋知影咱过去是毋是
悠远搁停留着咱过去人生的即个经验当中，无属于主耶稣、无属于圣经的话语的教示的，是真正是搁旧搁老，亲像你讲啊，嘛是旧酒较好啦。所以你感觉遐搁袂歹，搁甲留起来，搁甲藏起来，要藏咧几啊十年。到阮感觉讲，阮妈妈较早吼，还袂过身之前的几啊年，伊有生一罐迄个饮食啊，藏一寡吼，应该是就是冬瓜吼啥的。结果啊，无食，已经过身几啊年啊，吼，我都毋甘甲等掉啊，佮放咧阮兜一骹啦，吼，前2年啊，伊讲哎，妈妈已经过身遮久啊。这是要等掉还是要迄落？吼，感觉讲藏愈久愈芳安尼吼。结果啊，迄阵啊无离顾，可能挂无看好啦吼。拍开吼，一个味足袂偏的，吼，毋是讲藏久就好，你也无好啊保存嘛是会歹，吼。但我拄仔甲你讲，即个作者甲咱讲，咱每个人拢有一寡吼，佫老佫旧的一寡价值观，吼，咱必须爱甲伊等掉，吼，咱生命当中。个人咱的生活头内底一寡大细粒小头，吼，也是讲咱过去有一寡因为人生的经验受到伤害，迄粒心破碎，吼，流血，吼，互咱造成一寡无正确的思想，吼，在咱的内底，吼，好检查讲，我拄仔讲，我以为阮妈妈迄罐饮食，我讲会当留做纪念啦，吼，你过过年无拍开来食啦，结果是，迄是袂食的。吼，咱认为是好的，结果是无好的物件。第二点，则甲咱讲吼，咱爱家己倒掉吼，甲伊弃绝。以前吼，老我就是讲，咱即个旧人吼，定定咱用照咱家己来做主，毋是互主掠主来做主。咱顶下嘛讲，咱爱掠主来做主，但是咱实际上检测可能咱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咱依然是照着家己的意爱，做咱家己意爱的代志，无听上帝的话。照着上帝的话来行，所以呢，今日即个作者甲咱讲啊，咱爱改装啊，吼，来食做以耶稣为咱的主宰的即个新的生命来行来活，吼，不管咱过去是毋是有安尼行，如果咱过去无安尼行，咱是毋是愿意今年愿意安尼照着上帝甲咱讲的，吼，穿新衫。哦，用新皮地来装新酒，吼。第三讲，伫这新皮地内底装的，毋是吼过去咱有迄世界的这贪恋，吼，也是咱吼要照着世界，互咱价值观，吼安尼来追求咱的人生，乃是咱愿意来有一粒专心全意来爱主的心来行上帝，互咱。每一天新的一年的每一日，吼。第四，最后，吼，咱为着要领受，吼，上帝通过今日的话，吼，耶稣甲咱讲的祝福，吼，咱着爱必须来这破碎咱老我，吼，咱这个旧人，吼，一寡个性、态度，吼，甲做法、甲行为，吼，我顶回有讲过，咱第二堂。感谢主，你2024年，带了着咱，使用着咱，有小可的即个上帝甲咱使用，有小可你外口人来讲，我定你即个教会有阵时拄着一个兄弟姊妹讲，恁第一堂，即马愈来愈兴旺，我毋知大家有听过无？毋是一个人去讲有阵时即个讲迄个讲，三不五时拄着人来讲，你即马你第一堂，即马第一堂安尼个上帝安那大大咧甲咱使用哦，但是我进到2005年，我感觉咱第一堂感谢主甲咱带领，但是我嘛感觉小可危机伫咱第一堂当中呢。我毋知大家有小可感无？但是实际上确实是有呢，所以我看到迄个《使徒行传》啦，你第6章迄个所在特别有描写，当教会你复兴的时阵啦，当时就有一寡代志会出来，所以我嘛恳求兄弟姊妹继续为咱第一堂来保守来祈祷，互咱第一堂会当继续有享受着上帝的即个恩典伫咱当中，有上帝福气伫咱当中。咱第一堂也算要适时会当继续安尼
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在座的，包括今日无来的，拢爱真真正正会当照着上帝今日通过伊的话语，甲咱教示的来遵行来行的时阵，咱照法度会当得到安尼的稳定甲福气。那安尼的时阵，咱整个的大礼堂就一定会当照着上帝要应允互咱的，伫咱新的这一年当中，享受到上帝大大的稳定甲福气。兄弟姊妹，希望咱大家共同来照着耶稣基督今日所甲咱讲的。所以咱今日感谢主，今日咱也有主餐的礼拜，咱通过念伊的主餐的礼拜，咱来省察咱家己的生命当中，基督徒的生活内底，是毋是有啥物款的所在、某物的所在，咱必须要爱甲伊拍破，爱甲伊挡去的，无论是咱内底的即个思想，任何的念头，也是咱讲出来的话，也是所做的每一件的代志，是毋是咱愿意以耶稣基督的心来做心，来行为，来行搭，甲互相大家来安尼交陪，来安尼互相伫教会当中共同来敬拜主，共同来追求主，共同来服侍主。望上帝会当通过今日为的话语，咱最后来读这段的即个金句，伫38节即个所在，38节即个所在有讲到，咱今日如果要互上帝的即个福气满满伫咱的厝内底，伫咱的生命当中，咱每一天日子拢会当平安吉祥顺利如意安康，就爱照着今日的金句所讲的，咱共同来读，好无？38节安怎讲来？新酒着立伫新皮地，搁一届来，新酒着立伫新皮地，新酒就是咱的主要互咱的祝福，新皮地就是咱即个人，虽然咱人是愈来愈老，愈来愈老，老甲拢面拢有撩痕，对无？皮肤拢会安尼无油啊。但是咱若心内有主，一天会当新过一天，所以求主今日通过伊的话语来祝福，互咱在座的各位第一堂的兄弟姊妹，会当来享受到今年所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拢有主的同在，拢有主的看顾，拢有主的带领。到年底的时阵，咱会犹原共款。我拄仔讲的，旧年年底，我伫山顶所领受到的上帝的恩典，必然嘛会当继续伫新的一年赏赐予咱。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今日会当思想你的话语，你教示着阮，你用安尼譬如甲阮讲。无人拆新衫来补即个旧衫，嘛是无人要用即个新酒放在即个旧皮地。你叫阮着爱拒绝过去所有一切，你所无意爱的，阮即个旧的性情、旧的人。愿主你成做阮的新衫，互阮各位兄弟姊妹拢会当披戴基督，阮每个人拢会当来领受你要所赏赐，互阮丰盛美好的新酒，有一个新的皮地来承载，会当领受到主你所赏赐，互阮这新的一年的每一天的生活，会当充满着主你所要互阮的即个美好的平安。互阮会当享受到你要所赏赐互阮的即个美好的喜乐，互阮会当拒绝，亲像别人所讲的，也是旧酒较好。阮要安尼讲，新酒比旧酒较好。阮来向你感恩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